10月确定要起民生电钱，加上最近嘛有在讨论讲要起基本工资，这个成本恐惊是造成物件阁起价。虽然讲这经济部长景明显是讲电池起0.71%无啥影响，不过中华迄边就已经有卖空拍饭的店宣布要起5块至10块。 为订来高级芳广告的空巴放伫白饭顶，佮加上卤汁配料，互真侪人客到中华拢批芳走来。指名就是要食一碗空巴饭，也毋过部分店家刷广告，10月开始都要起价。这是拢应该啦，因为成本的问题哦，咱嘛是爱互人讲有法度继续来经营。还可以啦，不要涨得太凶就可以。猪价现在这么贵，涨一下是 OK。 业者无奈表示，顶日国内猪肉供应较力，价格一直提悬，加受到关乎了价格波动，部分餐点才不得已起5至10块。猪价已经跟我涨了2波了，所以我也是撑了到现在。你看猪价有稍微平稳。 不过那也是阶段性的而已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自己拿的成本还是一样。那是实在，10月开始也阁有电价起的冲击，像早顿店、火锅店、饮料店、甲小卖店等小店家，每个月用电700度以下一度起一角，业者烦恼会进一步造成物价起的压力。 对于餐饮、零售服务等中小企业业者来说，电费支出与人事成本原本就占据营运结构的相当比例，短期内双重调涨，再加上美国关税的不确定性，确实会对店家造成沉重的压力。这调幅真的也蛮小的，总的调幅才0.7%，影响物价如果按照主义总数的估算了，如果调涨10%，才会影响到0.27%的百分点。 那现在是等于是调涨1个百分点都不到。经济部长姜明新表示，最近全球的燃料价格较无波动，起电价时机适当，而且经过评估，对物价影响无大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